烧烤店成了下水博物馆，吃喝中掌握了基础解剖，还能收获稀有单品，比如这个。这些黑不溜秋的东西不是伪装的肋骨，也不是烤糊的红薯，根本看不出来是啥，不是怎么感觉还有血一样滴到我手上来的。这个越黑化、血统越正的家伙，本地叫 C 皮。塞皮，我在新疆都没有见多少家有。别说塞皮啥塞皮肉？羊刚切出来那东西放到羊皮子上，那就叫 C 皮，你知道吧？皮脏。皮嘛，心肝脾肺肾就叫 C 皮啊。它没烤之前叫 C 皮啊，没塞东西啊。对啊，烤之后这不就叫塞皮了吗？听完新疆本地人的互相科普，你是否变得更加迷糊？皮指的就是脾脏，C 皮就是塞了东西的脾脏。C 皮它里面本身就是实心的呀，它怎么塞东西呢 ？C 皮的处理简单粗暴，洗净后用刀豁开，露出内部组织，把以羊尾油为首的肉馅塞进去，用签子缝合，最后恢复原貌。也许受到了烤包子的启发，伊犁人决心把烧烤的包裹艺术推向极致。尾巴油放、片子放、孜然辣子放，包子一样的吃哈，吃的蛮香的。这款让人上头的肉包肉组合，内部绵密，外皮厚重，是烤炉上难缠的钉子户。小火慢烤10分钟，等表皮紧缩、颜色发黑时，内部肌理开始有所反应。此时一分为二，加入烧烤三宝，继续小火慢烤。等内外焦黑，毫无卖相时，就算烤好了。